他的真正的名字叫策林本马，他一个人守护这个寺庙，就是这个守护了这个20几年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应该感激他的。所以他一个人的情况下呢，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生活条件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呢，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这种小偷也是这个贪干也好，活下也好，那就是这个偷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最后的时候，他一个人坚持下来这个住在守护这个寺庙，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这个现在的革命令的有些老的这些文物能够可以保存下来的。所以，但是我自己来说起来的话，我跟这个蓝旗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就是这个，我是1998年的时候才去蓝旗成立的。所以在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个以前我在这个在印度的这个强居林寺庙那个地方，那就是这个根据法王的这个教导下，那就是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也是在做一些教助工作，还有在做其他的事情。后来法王说，当我在这个做那个法王的管家的事情，但是我说那个管家我是做不了的，因为我在这些语言也不通，所以呢，就是这个请允许我在这里请假但是这样说了以后呢，就是法王说要做的，就这样的时候这个上师的旨意是我们不能违背的。但是我当时提出一个要求什么呢？跟法王说，那我从小的时候我是非常的这种在心目当中非常崇拜这个尊者的那样吧，所以我请允许我去一趟南溪朝圣那我回来我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这样的这个提出这样一个要求，那法王非常慈悲答应了，那你可以去朝圣。所以在这个朝圣的原因也是我在93年、94年这些的时候，我在美国。西瓦米玛宗心，若日恰伊玛宗。